咱国军向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，有代表上中战车的称号。头一批38台去年底送来台湾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伫新店湖口来主持成军典礼。总统指出讲，有实力才有真正的和平，抢和平协议是无法度有和平。总统嘛，搁再强调反并吞、反侵略，反对推进统一，嘛反对一国两制。 代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总算成军，甲 CM11拥护战车进行任务交接。伫总统赖清德甲官兵的见证 ，M1A2T 正直接守护家园的重要使命，持续守护国家安全。 国军战车身躯团成，陆军540里连兵3营，经过10个月训练，完成射击作战测评，正做头一批完成接装 M1A2T 的部队。陆军31伫新店湖口基地举行 M1A2T 的成军典礼，赖总统亲身主持，正式宣布成军令。自民国114年10月31日起，成军服勤。 赖总统尾仔上车检阅部队，540里展示 M1A2T 分百架车拖设2米飞弹，模拟无人机排归排，场面真壮观。赖总统致辞时阵讲，只有实力才当带来真正和平，坚决反对一国两制。签订一纸和平协议无法带来和平，我们要不卑不亢，维持现状，坚决反并吞、反侵略。 反对推进统一，反对一国两制。M1A2T 做国军新世代战略，火力赢现役 CM11甲 M60A3战车真济，是咱国战车头一届配备120公里大炮，动力是 AGT-1500燃气涡轮，最高时速达到67公里。若是车身采用复合式装甲，防护力不佳好。实操演练过程中。 最困难的部分是驾驶，有时候会因为视角受限问题，那没有办法看到整个训场的地形，这时候就要借由车长的指挥与引导，加上双方的信任，才能完成此项任务。M1A2T 成军后，接下来将一肩扛起守护北台湾的重责大任，像是守卫台北港以及桃园机场等重要关键基础设施。 要引进战车其实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必须配备更多的反无人机，比如反无人机的装甲车跟在战车车队后面的，或许这些战甲车队在未来的战场上比较有生存的空间。国军合作中国威胁，向美国购买108台 M1A2T 战车，分做3批交付。去年底头一批38台到台湾，第二批42台今年7月到台湾，最后一批28台要伫明年交付，大大提升部队的战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